分的心跳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全身都开始发抖了？叶无无，你疯了吧？你和尔飞已经分手了，可是大脑和身体都不运转了。小叶，回来吧，我知道丢了有感觉，不要再为难自己了。跟你在一起才是伤害你，也是伤害我自己。师傅，我回家。我去我弟弟那儿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去美院。好险，还好最后关头小宇宙爆发了。姐，你来了。又心动啦？姐，前2天我们见面了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，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安排的。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都心动不已；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都脸红心跳。哎，我浑身都充满了爱的电流，那种由内而外的喜悦。天哪！你说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我为什么对他有那种感觉呢？这就是爱的铁证。什么爱的铁证？心跳和狂喜啊！你想想看，只有这种莫名其妙、无法被解释的感觉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心跳那就是爱情？我给你打一针肾上腺素，你也一样会脸红心跳、兴奋激动。喜悦那就证明是爱情。那你吃多巴胺是一样的效果，大不了你吃巧克力也能达到那种效果。那你所谓的爱情是高单位的神经递质？不是，我觉得就是爱情这个东西，爱情这个东西，那再假如说你有恐高症，你到了高处之后会腿软心跳，那你对高处也有心跳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爱情就是超过100米的相对海拔，啊？不是，你说那我身边有那么多的人，我对他们一点都不心动，我偏偏对他有那种面红心跳的感觉，能有这样反应的，是不是说明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？是，那有反应又怎么样呢？就像你刚刚说的，茫茫人海中，你总会对其中的某个人有反应。见到他之后，你的交感神经系统会疯狂的运作，多巴胺性腺素和肾上腺素会无节操的分泌。这只是物种为了延续种族给大众设下的圈套啊！人类还美其名曰爱情，乖乖的陷进去，傻了吧唧的跟那个人爱的死去活来的。再说了，实验上已经证明了，人在恋爱的时候跟爱人在一起，他的恐惧反应和他的大脑皮层运作速度比正常慢1倍还要多。你知道这代表的是什么吗？这就证明了恋爱可以把人变成白痴的赤裸裸的生理依据啊！从古至今，不论你爱上的是什么王八蛋还是混蛋，不论爱情把我们的心灵折磨得多么的千疮百孔，让我们受尽折磨，我们还是把它歌颂得那么高尚。弟弟，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呢，你知道吗？姐，我遇到了我的真爱，我挺开心的。可是你一来就变成了这种愤青的模式，是不是尔飞招惹你了？你表面上是在说我，其实说你自己吧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对人家动心了，然后呢，你又觉得你们俩不适合，你跟自己较劲。我说了没错吧？你什么时候有的这种分析能力？这不是分析，这是一种感受，是一种感觉。不过姐，
你讨厌尔菲，你不喜欢那种恋爱的感觉都行，但是你不能诋毁这种心跳的感觉，哪怕这个结果不好，你也得有勇气去接受。我没有说我是讨厌他。好了，姐，你今天的状态不对。我还说你恋爱中的人智商为0呢，我懒得跟你说，我说了也白说。让开，我拿衣服。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，我们付出着代价，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。早看出来你喜欢尔菲了，要是能把你俩撮合在一起，我就彻底替叶子解了围了。哎，悠悠，要不你和尔菲上去唱一曲？不行，唱吧，你们俩这样肯定绝配。我自己唱，我一个人唱就行。害羞什么？喂，干嘛？闪开，跟周一有话说。哎，木头，想到你唱歌这么好听，我都快迷昏了。你也唱一个吧。我不唱，你没被我吓够呢。来，喝酒。给你，我专门给你留这么一点呢。喝，干！哎呀，生日嘛，快点儿！感情深一口闷，感情浅舔一舔啊！来，喝。行了，你少喝点。我喝多了，你不就有机会了吗？有什么机会啊？少喝点，别喝了。看嘛，虚伪的本质就出来了。你还不是怕我喝多，然后闹事，然后给你添麻烦，对吧？我是说少喝点，喝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对以后生小孩也不好。